后来乡亲也实在想袂到，用200块的纸票，竟然造成这么大的困扰。嘉义一个乡亲，顶礼拜到提款机去领钱，意外领到一张200块的，结果去买物件，店家袂甲收，摕去银行嘛袂互换。这个卖场的小姐甚至甲当作3倍券，讲袂当走南山呢，真正是话要母死。也毋过讲实在的，这个200块的纸票，甲这个200块的3倍券，佫真正有相共哦。3倍券要买啥物拢真方便，但是若是纸票200块，店头家可能就唔敢收，因为怕收到假钞啊。因为不好找啊。有一个嘉义人，伊对 ATM 领到200块的纸票，无想到讲消费的过程当中做无顺的，伫店里要结账的时阵人袂收，去银行要换100块嘛袂使，去大卖场要买物件，收钱的人就是讲是3倍券，佮甲讲我都找钱，代票含消费券，咁真正是我音遐尼神。都是很类似的，颜色很类似。乍看之下会觉得有点像。是这摕来比一个200块的纸票和200块的3倍券，数字也有中文字拢差不多，同款拢是青色。但是代票的正面是蒋中正的肖像，3倍券的正面是一个台湾。还有一点200块的现钞就跟这个一样大，然后消费券那么小张，差的很。后摆你若是拄着人袂收，会当打电话去中央银行反映。只是讲200块的纸票真正足少看，嘛无怪店头家烦恼讲，迄是假。